真係黐線㗎！5萬蚊首期買珠海嘅湖景小區啊，3房4房，仲要係現樓啊，即時買即時收樓啊！而家限時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，直接拎包入住嚇。樓盤咧就已經起好晒㗎啦，樓盤仲有直通巴士可以返荃灣同埋太子嘅。唔講咁多，睇樓。我哋啱啱就喺下邊上到嚟上邊嚇6樓嘅景觀，望晒成個花園同埋湖景嘅。咁過嚟呢邊睇下先啦，南北對流啊，呢度好斜風啊，非常之舒服。嗱，入門口呢度咧有個入戶花園嘅，呢個都係我哋贈送面積嚟嘅。咁過嚟呢邊咧係4人台嘅餐廳，包括呢個北向嘅露台啊，可以望到成個湖景嘅中央景觀啊，中軸景觀啊，非常之舒服嘅。咁而家望到嘅話咧，都係我哋嘅交付標準啊，冷氣啊、家私家電啊，都係我哋嘅一個交付標準嚟嘅。咁呢邊嘅話咧就係洗手間嘅位置嚇，已經整好晒噶啦。而家睇嘅係現樓啊，實體樓嚇，1比1打造出嚟嘅啊，絕無虛假嘅。咁啊呢個樓盤咧到翻港珠澳口岸咧揸車就只需要20零分鐘車程啊，首期5萬就可以上到車啦，有樓下直通巴士可以翻到香港嘅荃灣太子。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我哋。